大家好啊，又係早晨啊，時間過得特別快，眨下眼呢月份已經過完啦。最近亦都好多朋友仔私底下問到早晨，中山嘅樓市依家咩情況啊？究竟值唔值得入市啊？點樣入市先至唔會中伏呢？咁大家嘅問題呢，我全部都收到晒嘅。我今日呢，亦都唔講廢話，直接同大家講一啲真實嘅情況啦。今日早晨呢，亦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嘅啫，同大家深入咁樣解釋一下中山最近一個樓市嘅情況。同埋講下香港嘅朋友北上置業點樣揀先至穩陣呢？點樣先至唔會做大灣區嘅水魚呢？咁呢條視頻嘅話，信息量係比較大嘅，大家都要留意聽一下啦。咁先講一個題外話嚇，無論樓市嘅好與壞，永遠都係有人買樓嘅，有人中伏嘅。咁早晨想做嘅就將我呢10年嘅同業經驗同大家分享，等大家可以喺做決定之前可以多一份參考，少走啲彎路。好啦，咁言歸正傳啦。喺視頻開始之前呢，我哋都係老規矩啊！如果中意早晨嘅頻道嘅話，可以幫手點翻個 like 俾早晨啦。順便喺評論區打上支持2個字，或者大家如果想問邊個樓盤嘅話，都可以打喺評論嗰度啊！多謝晒大家啦！今日要講嘅內容呢，首先第一樣嘢呢，就同政策講起，先講一下大家最關注嘅政策層面啊。近期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國家嘅層面政策核心呢，依然係穩預期、防風險同埋促轉型嘅。聽落去呢，好似係好官方、懶有文化咁樣。但你拆開佢嚟睇嘅話呢，就知道大方向嘅層面究竟係點樣噶啦。咁今日早晨呢，亦都係一一咁樣同大家去拆解翻嘅。先講穩預期啦，上面呢就想大家對房地產呢有信心，唔好恐慌性咁樣拋售或者觀望到死。咁防風險嘅話呢，就好易明白噶啦。就係防止樓市嘅大起大落，尤其防範爛尾樓同埋金融風險。呢個呢亦都係好事嚟嘅。咁促轉型呢又係點樣呢？就係話樓市要向更高質量、更加綠色、更加健康嘅方向去發展。咁喺1月份嘅時候嘅話呢，上頭呢就開個會提及到啦，會繼續推動呢個貨幣嘅寬鬆、城市嘅更新同埋品質嘅升級、優化庫存。咁呢啲種種嘅原因嘅話，其實都係話俾大家知。政府對於止跌回穩嘅態度呢係非常之堅定嘅，都係希望大家可以買到啲有質素嘅單位，住得更加舒服。咁當然嘅話，呢啲都係上邊阿公嘅諗法。我哋喺度講個題外話，大家要切記，唔好簡單粗暴咁樣認為呢一招之後呢，房地產會一日千里一飛沖天啊！因為嗰個時代呢已經係徹底 game over 㗎啦。但凡以房地產作為跳板嚟實現普通家庭財富夢想嘅時代呢，其實已經係結束咗㗎啦。冇任何一個人能夠以一己之力呢去開創歷史嘅倒車啊！咁歷史嘅大勢呢，永遠唔會以任何一個人嘅意識去轉移嘅。房屋如果當下對於你而言係有需求嘅話，咁我哋需要實現佢嘅居住價值同埋使用價值。咁大家記住啦，如果依家有人同你講房屋嘅投資呢樣嘢係可以賺到錢嘅話呢，咁唔使講嘢啦，人哋一定係想賺咗你錢先。所以面對呢一種冇經過任何思維講出嚟嘅嘢嘅話，建議你直接拉黑咗佢啦。言歸正傳啊，大家最中意聽嘅呢，肯定係降息降準㗎，個個都想個袋仔可以慳翻啲錢。咁喺啱啱過去嘅2月份呢，就驗證咗上述嘅一個信息啊。最新一期嘅房貸市場報價利率 LPR 呢就出爐啦。5年期以上嘅 LPR 呢降息係3.5%啊。咁講人話嘅話呢，就係供樓人士每個月嘅月供呢係減少咗嘅。最大得益者呢係用公積金貸款買樓嗰班人啊。雖然嘅話，公積金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，好似係冇啲咩太大嘅關係。不過話都聽下啦，公積金嘅利率呢係直接同過去嘅2.85降到2.6，肉眼一睇嘅話呢，淨係降咗25%嘅份聲，好似又冇幾多嘢。但係計落嚟嘅話呢，你可能會慳翻大幾萬蚊。而喺呢招金融嘅及時雨呢，對於房貸一族嚟講呢，確實月供變少咗嘅，壓力呢亦都係變少咗嘅。咁你如果依家係喺度供緊樓嘅話呢，按照專家第一時間解釋，以100萬嘅貸款本金30年嚟計算嘅話呢，等額本息嘅還款方式，公積金貸款為例啊，咁政策實施之前係4136蚊嘅，政策落地之後呢，月供係減少咗4003蚊嘅，亦都係話每個月嘅月供呢係減少咗133蚊，總嘅還款呢由過去嘅149萬呢，亦都係降低至依家144萬。咁直接係為購房者節慳咗5萬蚊嘅貸款成本啊！咁隨之而嚟嘅話呢，就商業貸款嘅利率呢，自然都會跟住下調啦。雖然下調嘅幅度呢可能冇咁大，但係至少呢係令你嘅月供嘅帳單係輕鬆咗嘅，貸款呢都變少咗嘅。
月供壓力變少咗嘅話呢，一方面係攞嚟刺激消費，另外一方面嘅話呢係為咗將賣樓門檻變相降低咗啊。所以呢一招嘅話呢，目的其實都係好簡單嘅，依舊係為咗穩住房地產。所以當下我個人認為嘅話，買樓其實係一個比較適合嘅時機嚟嘅。咁好啦，政策講完啦，我哋再回顧翻2月份嘅一個實際成交數據，呢個話係直接反映咗市場冷暖嘅溫度計嚟㗎。先講結論啦，26年嘅2月份啦，咁中山嘅話樓市係呈現咗一個量價提跌嘅趨勢啊，聽起身好似係好悲觀，好似市場好差，大家唔好行開啊！我哋利用數據講嘢。咁新增供應方面咧，中山2月份係批咗幾多樓出嚟賣呢？答案係3.9萬平方啊，同比上個月嘅話大跌32%，差唔多跌咗30%。咁呢個數字嘅話係咪好誇張呢？網天方面嘅話即係成交數據，咁2月份總共係賣出咗幾多呢？答案係15.8萬平方，同比上個月嘅話係跌咗8.6%。咁網天均價方面嘅話，平均係幾多錢一個方呢？答案係12,300一個方啊，同比1月份嘅話呢係漲咗10%嘅。咁庫存週期方面嘅話，截止到3月2號為止，全市嘅庫存面積呢係655萬平方米，全市嘅庫存去化週期呢高達42個月啊。綜合以上嘅數據嚟講嘅話呢，我哋先分析一下，天家供應斷崖下跌，3.9萬平方嘅話跌咗32%，呢個數字係好誇張。點解開發商突然間會唔推出新貨出嚟呢？主要係因為之前嘅供應呢實在係太多啦，庫存嘅壓力太大，開發商推出嚟嘅新貨呢賣都賣唔喐，不如先停一停，消化一啲舊貨先啦。咁仲有呢就係經過疫情3年嘅疊加嘅經濟影響呢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唔景氣嘅經濟環境底下呢，大家都唔敢消費，亦都唔敢亂買嘢啊，所以當下市場環境下跌呢係毫無疑問嘅。第二個話呢，早晨覺得值得大家警惕嘅數字就係非常之重要指標，就係庫存週期啦。中山樓市嘅庫存週期呢長達42個月，大家知唔知道呢個係咩概念呢？就係話中山如果由今日開始嘅話，單係賣完依家已經起好喺度賣緊嘅新樓，足足要消化3年半嘅時間啦。3年半嘅時間，呢個庫存量呢係非常之巨大嘅。正常一個健康嘅市場呢，庫存週期可能係8到12個月左右啫。咁42個月嘅話呢，講明市場上嘅貨實在係太多啦，消化速度呢亦都係非常之慢嘅。咁有啲朋友呢，佢又會問到啦，呢個數字對於你買樓係有啲咩影響呢？其實對於你嚟講嘅話呢，可能係一個福利嚟嘅。市場嘅供應量越大呢，你有更加多嘅選擇，而且開發商都賣唔喐，壓力山大，你又有機會同佢講價，爭取更多嘅優惠同埋更好嘅條件啊！咁就好似以前邊有啲送車位呢啲嘢㗎啦，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開發商，有部分嘅開發商啦，都係有車位送㗎。今時今日呢係買家嘅春天嚟㗎，大家要記住啊！對於開發商嚟講嘅話呢，其實係一個禍嚟㗎，因為樓盤賣唔喐嘅話，發展商嘅資金回籠呢係存在壓力嘅，資金鏈呢就會更加容易斷裂，呢個呢係直接增加咗爛尾嘅風險嘅。尤其係嗰啲細蟻嘅開發商，或者係本身嘅資金實力呢唔係好穩定嗰啲，可以喺呢42個月嘅巨大庫存壓力底下呢，隨時係可以爆雷嘅。所以呢42個月嘅庫存週期話俾我哋知，中山樓市目前呢有一個深度嘅買家市場，你有優勢有議價空間，但你必須將呢個風險納入考慮範圍。揀樓盤嘅時候呢，一定要睇清楚開發商嘅實力，唔好去搏，唔好去貪小便宜，去買嗰啲明顯低於市場價，又係嗰啲細嘅開發商嘅樓盤，呢啲係好大機會係死亡陷阱嚟㗎。好啦，講到第三個就數據裡面仲有一個亮點，可以睇下呢張圖，就係市場嘅熱度呢集中喺北部嘅組團，成交量呢亦都係佔咗全市45%。所以嘅話呢，樓市雖然係整體下跌，但係北部嗰邊嘅表現呢，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，幾乎撐起咗中山樓市嘅半邊天。咁點解北部嗰邊咁旺呢？咁其實直接嘅原因呢，就係肯定係4座住宅嘅全面推廣啦，受惠於深中通道。北部呢係吸引咗一批嘅深圳客同埋途經珠海嘅澳門客，但呢個45%嘅比例呢，大家係咪意味住可以好似盲頭烏蠅咁樣通入去北部就可以呢？其實唔係㗎，北部嘅範圍呢係好大嘅，裡面呢亦都係有好有壞，有啲靠近深中通道配套成熟嘅樓盤，可能真係有啲價值，但係有啲可能只係一啲交界位嚟嘅，配套呢就一般般，純粹係靠住食住深中通道呢個概念。而喺北部嘅樓價呢，相對中山其他區域呢，可能已經係炒高咗少少㗎啦。你自己呢亦都要睇下真正嘅性價比。最重要嘅話呢，就係呢個北部嘅45%嘅成交量，
主要滿足咗深圳客同埋部分嘅港澳客嘅需求。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，你係咪真係會經常經珠海出入境呢？你買北部係咪為咗自己住定係收租呢？如果收租嘅話呢，北部嘅出租回報又係點樣呢？呢個都要諗清楚嘅，唔好因為佢旺嘅話就通啦。咁呢個分分鐘呢，你係有機會瀨嘢㗎。好啦，講咗咁多數據同埋分析，到底對於一個香港朋友嚟講，喺中山置業應該係點樣去部署呢？點樣去避坑同埋群保呢？咁就好簡單啦。庫存週期話俾我哋知道，依家係買方嘅市場，每個樓盤呢都是客戶如寶。咁如果大家去睇樓呢，睇啱天期唔好怕醜啊，大膽咁樣同開發商去講價。大多數發展商佢哋手頭上有咁多貨要清，資金周轉有壓力，肯定係比以往係好傾好多嘅。但係大家要記住啊，講價係基於對樓盤區域嘅深入了解，前提你真係中意先還價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呢，就唔好亂還價啦。仲有一定要嚴格咁樣去揀區域啊，概念盤呢啲咁嘅鬼地方呢，千祈唔好掂啊！即係我之前所講嘅，馬鞍島呢啲靠單一嘅概念炒作起身嘅，未來嘅二手交易呢，你必定會七孔流血啊！咁為咗呢啲配套未成熟嘅地方，目前風險依然係非常之高嘅，唔好貪佢跌得多呢就過得筍，正因為唔掂，越嚟越多人嘅醒覺，所以嘅話佢先會跌到咁多嘅啫。大家試想一下，好嘅區域多人爭嘅地方，基本上降價幅度呢係冇咁大嘅。我哋揀區位嘅時候呢，我哋亦都要揀一啲有價值支撐嘅地方，有成熟配套嘅城區，譬如話西區啊、東區啊呢啲生活便利、教育資源好嘅、醫療配套完善嘅。咁呢啲對將來你退休嚟講嘅話呢，亦都係帶嚟咗唔少嘅便利啊！仲有受惠於基建好嘅區域，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呢，火炬開發區嘅前景呢，亦都係值得關注嘅。但係都要睇具體嘅位置同埋地段。北部片區嘅話，亦都係一樣可以睇，但係要細分啊，選真正靠市區或者有產業區域嘅地方，唔係成個北部都係值得入手㗎。咁早晨喺度重點提醒下大家，小心一啲低價陷阱。市場唔好，梗係會有一啲市場劈價嘅，但係你一定要分清楚，係正常嘅市場調價行為呢，定係發展商嘅資金有問題，急於套現嘅救命價嚟嘅呢？咁我哋結翻42個月嘅庫存週期嘅風險，揀開發商呢真係重中之重啊！我哋盡量去選擇一啲國企或者一啲央企有實力嘅上市房企，佢哋即使有一啲資金周轉壓力，但係都會比較難為嘅。嗰啲細粒你聽都未聽過嘅，或者本身負債率呢就非常之高嗰啲，俾到幾低價俾你都唔好掂啊！除非佢真係現樓啦，否則發展商嘅話分分鐘真係俾頂綠帽你戴啊，係分分鐘嘅事嚟㗎。好啦，今日早晨呢就同大家拆解咗近期中山樓市嘅數據，講咗政策啊、數據啊，同埋香港朋友北上置業特別要小心嘅地方啦，同埋點樣揀啦。相信好多朋友都明㗎啦，唔明嘅話呢都唔緊要啊。可以 WhatsApp 掃一掃上邊嘅 QR code 聯繫我講多次俾你聽啊。好啦，總嘅嚟講呢，中山目前嘅樓市確實仲喺度調整緊嘅，量價提跌，可能對於一啲依家想入市嘅朋友仔嚟講呢，係一個揾筍盤嘅機會。咁政府喺基建投入方面呢，係為咗中山嘅長期發展係打緊底嘅。咁呢個潛力嘅話，其實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，但係機會同埋風險亦都係並存嘅。你一定要識得揀區位，唔識得揀嘅話呢，問下早晨，避開一啲概念嘅炒作，咁樣配到落後嘅地方，大家譬如我所講嘅馬鞍島呢啲鬼地方，真係再謹慎啦。同時揀物業嘅類型一定要醒水啊！公寓呢啲咁嘅國際笑話呢，真係要避開啦。我大膽講，依家市面上99%嘅公寓都係呃錢嘅啫。大家如果唔信嘅話，可以自己去睇睇。中山依家已經交咗樓嘅公寓，睇下佢哋依家係啲咩環境。係咪同當初開發商所承諾嘅係完全唔同？好啦，大家記住早晨所講㗎，買樓真係唔係買波台啊！唔好俾人哋幾句花言巧語或者表面上嗰啲低價就氹咗你落啖啦。大家要做足功課，實地考察過，了解真實嘅情況。咁如果你真係唔識揀，又怕中伏嘅話，可以聯絡翻早晨，至少你係唔會蝕底嘅。好啦，咁今期嘅影片內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。咁如果大家有關於中山任何置業嘅疑問，或者有邊個盤邊個區域想我同大家分析下、拆解一下嘅，多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啊，我會盡量回覆大家嘅問題。最後啦，大家記得幫我點翻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嘅精彩內容噶啦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，我係早晨，一個有溫度嘅房產人。